你无咧？无一张啊，这张我真侪钱，这人咧辛辛苦苦做的呢，辛辛苦苦做的呢。地基哦。哦，这道统的资料呢，遮济啊。哦，这汉历朝时代做的，遮济资料呢。哦。你翕起来，那个放大我大。这有软体会当将这字哦，我变迄个打字中字。能配你无？咱敢有咧用，敢有咧用电脑？有啦。有哦。哦，像安尼啊，敢翕起来哦。嘿。用迄个软体哦，然后变字诶，咱咧打电脑打出来个字。哎呀。安尼就作省时间哩。哦，有咧字啊济，迄个要跑。哦，迄单独。这样子做一概念啊。迄咱这哦会当去网络找啊。哦，是哦，有啊，还有。安尼是拢是 OK 哦，安尼我知。安尼是有。你讲你这就100，你若要做100个尔。做一概啦。做啥？做迄个。做一概。哦，做一概。甲编。诶。咁是呀，我编的。呀，编啊！你这，伊这应该是100份啦，你这3份啦。安尼哩。哟，3份你若要叫讲你着做，等，你怎才做3工？无啦，哦，你即届，我安尼问了无清楚。你是？是用5克，这一条用5克。这一米尔。3米的啊。哦，这3米的你。哦，我知这3倍啦。这3公里斤啦。对嘞，安尼就是1份，啊3份。对啊。3份。好吧，编的。是啊。是啊。